歡迎嚟到師兄講馬，專飲頭啖湯。咁賽事咧就嚟到2025年10月19號嘅沙田賽事啦。嗱，咁喺我哋正式講星期日嘅賽事之前咧，咁群組都好多朋友都非常關心個問題，亦都好多人已經問我：喂，師兄啊，你點睇嚟緊星期六嘅一場澳洲一級賽啊？珠穆朗瑪峰錦標啊，即係一個係全球最高獎金嘅一個短途賽事啦。咁我哋香港嘅馬王嘉應高升咧，咁都有出賽啦。嗱，咁你問我點睇呢一隻馬？其實坦白講，我一定係支持我哋嘅馬王嘉應高升啦。其實作為一個馬迷，即係香港有一匹咁好嘅良駒，我覺得即係作為香港愛馬之人咧，係絕對值得驕傲嘅。咁而呢一隻嘉應高升咧，其實我自己睇同場最大對手咧，都係9號麥當朗騎嘅祖麗星啦。咁但係你要留意喎，嘉應高升一直喺香港跑咧，其實佢未有一場係真係用盡全力跑嘅，每次都神操嘅咩？咁你話佢嘅潛力究竟去到幾多咧？其實我自己都未知，但係我今次係一定投個信心支票啦。我自己都係諗住即係眯埋眼買2萬蚊支持下嘉應高升先啦。即係雖然我未知賠率，但係稍後我會可能喺群組度貼我就真飛啦。即係我自己都好支持嘉應高升，亦都好希望佢可以為港爭光，繼續延續不敗嘅旅程啦。嗱，咁啊講翻星期日嘅賽事先啦。星期日嘅賽事，賽道選用私家3欄，田草1400米。咁我哋逐隻講講啦。1號馬快樂奇兵，潘頓賀賢，副榜135磅，排過7檔。嗱，咁呢隻快樂奇兵咧，咁就由上季季尾開始咧，就已經漸入佳境噶啦。咁連續4場咧就跑入3甲喎。上場強配潘頓跑5班田草1200米，終於贏馬開齋啦。早段跟前入直路攞正平衡咧，衝勢幾強勁，但係最後100米其實都已經篤定贏馬噶啦。咁贏馬之後咧，加咗6分啦，啱啱好40分，仲可以喺5班作賽。嗱，咁雖然呢隻馬今次咧就增程200跑1400米，其實跑過4次都未有上名嘅，但係你要留意潘頓咧繼續肯騎，咁而且咧呢對騎練啊，潘頓賀賢最近合作其實手風非常之順啦，咁而且表現亦都好準成，咁我又繼續投佢信任一票噶啦。咁3甲就一定要預佢一席啦。2號馬悠悠乾坤，艾杜拿大衛希斯嘅組合，副榜133磅，排過4檔。嗱，咁呢隻咧就正宗試閘之星啦，長期試閘表現咧都好嘅，咁但係真跑咧走落其實就一般。嗱，始終生涯咧就跑過咁多次都未有上名啊，咁今次仲要初次跑田草1400米，咁同埋呢隻馬咧，你留意翻咧，佢近期咧幾次咧都俾人大注咁樣落飛嘅，咁變到其實個賠率一啲都唔抵玩咯。咁再加埋咁多嘢要估，咁其實你都要俾翻相應嘅賠率我啊。咁我自己就今場我自己就要唔到啦。咁等佢真係衝近咗我先再跟進啦。3號馬同喜，布文偉達嘅組合，副榜133磅，排過13檔。嗱，咁上仗咧就由告東尼馬房轉倉去到偉達馬房初出啦。咁出閘就笨拙，沿途咧就留喺後邊嘅。嗱，咁入直路咧就展示出強勁嘅衝勢，咁後上跑翻個第3，咁表現係相當唔錯嘅。咁其實呢隻馬咧喺呢個評分咧就肯定有着數噶啦。咁不過唔好彩啦，今次又係抽咗13檔大外檔。咁但係呢隻馬咧上次咧就展現過追馬能力嘅。其實我自己預計佢今次咧都係留前鬥後追噶啦。咁馬房就用翻搏殺殺手布文啦。咁嗱，我繼續今場咧都信佢3甲一席嘅。4號馬全程路通，黃寶利文家良副榜125磅，排過11檔啊。嗱，咁呢隻8歲老馬咧，生涯4 win 咧，其實都喺呢個路程攞到嘅。咁你睇翻佢職業生涯跑過12次呢個路程，上名率咧係高達1半，咁點都算得上係路程專家啦。嗱，咁你諗下佢上次12檔起步，嗱，騎師出閘咧就已經果斷催閘上前領放嘅啦。咁入直號一加速，帶甩咗對手順利贏馬啦。咁最主要你睇翻咧，其實贏馬之後咧，呢隻馬嘅功夫係冇放緩到嘅。騎師黃寶嚟咧，一手摸實啦，2課快操，一手包辦。咁我自己睇馬房啊，我覺得佢就係諗住趁老馬有態乘勝追擊啦。咁所以今場咧，我繼續信佢3甲喺度嘅。5號馬發光發亮，蔡明少、葉楚航副榜131磅，排過3檔。嗱，上季季尾4班田草1000米嗰場咧，你睇翻係輸俾金創福威啦、白鹿金剛，跑過第3，其實嗰場表現係相當唔錯嘅。嗱，咁你睇翻呢2隻馬，金創福威、白鹿金剛，明顯就4班都留唔住噶啦。咁但係相反，
呢隻發光發亮今次已經係5班作賽啦。其實理應咧佢一定係有級數之嚟嘅。咁你睇翻近仗已經用到冠軍騎師潘頓，但係表現都係強差人意啦。咁再加埋咧，你留意翻其實佢跑同程4次田草千4米咧，其實係輸得遠嘅。我覺得佢增程係咪未必啱咧？嗱，咁所以我自己今仗我就要唔到啦。6號馬朗日雪峰。霍宏星、方嘉柏副榜131磅，排過8檔啊！今季咧就跑過2仗啦，咁但係都係接近包尾翻嚟，表現就相當失望噶啦。咁賽後咧，其實操練又冇乜大分別啦。咁我自己就唔係好信可以變身啦，無啦啦。咁所以我自己呢場都要唔到噶啦。7號馬幸運福星、黃志宏、毛偉傑嘅組合副榜125磅，排過2檔啊！咁今季咧落5班之後咧，其實2仗都跑得近嘅，咁而且近2仗咧都成大活落飛嘅對象啊！咁反映係咩啊？咁其實佢嘅評分喺呢度應該就有着數噶啦。咁而且呢隻馬咧跑法就好機動啦。咁5班咧幾時都係話行先走先係會有啲着數啦。咁唯一我就覺得其實練馬師咧，咁近期嘅成績其實就好一般嘅。咁我只可以咧就將佢擺喺第4選啦。8號馬東星月、楊明倫、蘇偉賢副榜128磅，排過5檔啊！近幾仗啦，場場都大敗噶啦，表現失望啦。今次仲要初跑1,400，咁呢隻就真係唔多講啦，跑下先咯。9號馬爆熱、鍾易禮、告東尼副榜125磅，排過10檔啊！咁呢隻爆熱上場咧，大熱落到2倍啦，大熱倒做跑過第3嘅啫，咁表現就只可以用不過不失嚟形容嘅啫。咁但係今場排過10檔，我自己覺得佢形勢又唔係好走啦。咁冇乜特別，我覺得就4連華正常可以做下配腳，我唔反對嘅。10號馬力險大將奧爾文、徐宇石副榜126磅，排過12檔。咁近幾仗嘅表現就只可以用一塌糊塗形容啦。咁上場更加係大敗18個馬位啊！係啊，你真係冇聽錯，18個馬位。咁我自己就睇嚟睇去都冇乜揀嘅理由，今場仲要抽個12檔，跑下先啦。11號馬全神貫注，周俊樂、姚本輝副榜123磅，排過6檔。咁上場咧就跑田草1200米啦，早段居後嘅，入直路嘅時候咧，彎位嘅時候就要勒避對手啊！咁你留意翻咧，睇翻個望空之後，其實個走勢又唔錯喎，跑翻直第6。咁其實個上季咧喺32分贏馬嘅呢隻馬，咁而家評分其實已經嚟到30分啦，隨時都要睇住噶啦呢隻。今場我覺得就4連華4重彩係要包翻嘅。12號馬專家班德禮、丁冠豪嘅組合副榜120磅，排過9檔啊！咁今季跑過2仗咧，咁只可以話佢輸得唔遠啦，但係對頭馬其實就毫無威脅噶啦。咁呢隻馬咧首次增程跑1400米，排過9檔。我自己就咁睇啦，路程要估，形勢上又冇乜着數，咁我自己就要唔到啦。13號馬嘉應威風。咁今季咧就已經跑過2仗噶啦，咁呢隻賽有學馬房嘅馬啦，咁上場排過4檔，早段跟前，咁入直落後咧就未見到佢有明顯嘅加速力喎，咁今仗唔好彩啦，排過14檔，形勢係更加唔就，咁唯一咧我就如好似季初咁講啦，其實我有啲好奇就係賽有學馬房啦，竟然會收一隻5班馬，咁係咪佢覺得呢隻馬未盡呢？咁不過我睇翻，其實不嬲，我自己都話蔡約翰馬房不嬲都慢熱啦，11月尾12月先開始上力啦，咁即係馬房攻勢仲未到，咁所以呢隻馬可能係正如季初講，佢可能蔡約覺得佢仲有啦，但係馬房未上力嘅時候咧，等佢跑下先啦，咁等馬房上力先再跟啦。今場我自己都要唔到啦。14號馬飛躍海船田泰安貴福特副榜119磅，排過1檔啊！咁今季初出咧就跑嗰場5班田草1200米啦，排10檔起步。咁早段居中，但入直路咧就毫無追勢嘅。咁今次排過1檔，你又睇下佢幫到幾多咯。咁我自己其實極限呢隻馬都只可以4連華4重彩做配腳嘅啫。咁所以今場我自己嘅選擇咧就係1號馬快樂奇兵、3號馬同喜同埋4號馬全程路通嘅。咁嚟到尾聲啦，大家記得訂閱師兄講馬呢個頻道啦，咁同埋點讚、留言、分享呢條影片啦。其實你哋嘅支持咧就係師兄繼續講馬最大嘅動力啦。咁大家咧如果想加入我哋免費群組一齊玩嘅，咁就歡迎掃螢幕上嘅 QR Code 入我哋群組一齊玩啦。咁喺群組度咧，你會對馬匹有啲咩嘅諗法，或者你想知邊隻馬師兄點睇嘅，隨時喺群組度發問都冇問題嘅，師兄一定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咁祝大家贏多啲啦！